观众朋友，今日个好么？欢迎收看福起来，我阿明哥刘浩明。我哋从上位讲嘅国标舞，如系国际标准舞，一分成我哋嘅拉丁舞、纯泰式舞、我哋嘅摩登舞有两种。意思係以前我哋咧大部分係古代嘅嗰種土風舞啦，但是差不多我哋聽入世界大戰嘅時節，能慢慢地俾大家人接觸，同時間嘛變成一個世界級嘅運動。但未來嘛可能會變成我哋奧運嘅一個最主要嘅一個比賽項目。我哋今日有想到呢係一個常常去比賽嘅一個嗰年強嘅客家妹嘅5、年嚟到嚟現場，有人嚟分享講，伊當初做乜嘅為去跳舞，同時也要練國標舞地步有乜嘅鬼辛苦嘅地方。我哋馬上歡迎今日來賓5、年嚟到現場，5、年好。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闽南來嘅5、年。歡迎今日來到我哋現場哈，因為其實我哋常常會看到國標舞嘛哈，佢跳舞嘅細妹其實上嘅幾個看上來幾個幾長，但是冇想到今日5、年看到佢按嬌小呢，真係會想到講原來相片看起來嗰種修長哈，跟本人是無同窮樣嘅啦哈。對。但是我想聽我的節目開始以前哈，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先紹介一下你自己好嗎？我是就是從8歲的時候開始學跳舞這樣子。那當初其實我一開始不是想要學國標舞，就是單純只是想要學跳舞的一個小女生這樣子。那反正因緣際會就剛好就是接觸到的是國標舞的教室，那我就開始學習了這樣子。那後面就慢慢的越來越有興趣，所以就希望可以以這個為職業，然後就一直到現在。當初呢，我想要去學國標啊，可是你在現在國標的時間，你這個底國標係嘛？不知道，我媽媽也不知道。一開始的時候，真的就是想學跳舞，然後，但因為剛好去參觀的那間教室，它就是只有教國標的。然後我媽媽，因為我期待很久了，所以我媽媽就問我說：“那你想學嗎？”我就說我想學，因為我就期待很久。但是反正我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然後我媽媽一開始還想說：“那不是公園的阿公阿嬤在跳的舞嗎？”就是我們對於這個文化國際的這個舞蹈是不太了解的。那就反正想說，因為期待很久了，就讓我試看看這樣子。那反正之後也沒有在，因為已經學了這個了，那也很有興趣，所以就一直學下去。因為呢，我感覺到，因為這個時間，我想講，你這個是因為真係幾想要學跳舞，嗰時候其實話有啲國標舞嘅時候你去參加，佢參加嘅時間應該有幾多大哥大姐在跳而已吧？有小朋友嗎？很少，但是因為我學跳舞的時候，其實跳舞的小朋友還蠻少的，但是從我之後就真的越來越多，因為可能也大家有比較有機會看到小朋友跳舞，就是很可愛啊，然後是可以有機會學的，雖然很小，但是是聽得懂的，是可以跳的，所以慢慢在我後面就有越來越多小朋友。但我在學的時候，那時候沒有什麼伴，還蠻少，就是3、4個小朋友而已，這樣。對。而且睇年紀嗰度啦，哈。全部都是大人，不然就都是比較年長的。沒有錯，因為其實我能講，能夠過太人來講吧，因為其實像我能給時間，那真是讓國標可以選擇。對，真的是過做嘅是黑暗的啦。但你其實去跳舞嘅時間，因為其實我能從到我哋樣片裡，我看到講，譬如講，有啲中國嘅幾多樣片出來講，新嘅跳舞嘅時間，我睇嘅呢，睇嘅見鹹啦，哈。從幾時間去跳舞嘅時間，有俾你要求到你這個人嚟講會開嗎？其實就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還好，是我媽媽對我的要求不會是很嚴格或是什麼，因為她希望我做我自己喜歡的事情就好了。但是從就是我大概跳了2年多之後，有被選為就是國家代表隊，那個時候還很小，那時候才10歲而已。但是那個時候就開始會被老師跟就是對要求說，就是你可能要有這個做好自己的本分，這樣子，那個時候開始會比較有壓力。國標舞其實有幾多的姿勢是要拉高身體，對不對？把自己拉得像一條線。可是對新人來講的話，唔會感覺到幾辛苦啊。可能是因為真的很喜歡，因為其實我現在就是在教學上也會發現這件事，就是如果真的對這個東西很有熱情的小朋友。他相對來講，就算辛苦，他也會樂在其中。可是如果對這件事情沒有興趣的人，他可能就算是上課，他都會覺得說好累哦，好無聊哦，這樣子。所以我覺得可能還是因為熱情的關係。
对，因为能提供，其实从国标舞的话哈，虽然没有说它粗分了所谓的拉丁舞跟摩登舞两种吧，但是其实它还可以细分蛮多的。佢其實現這個差不多8歲開始練習到10歲變國術的時間，你其實喺每的舞路來練習下，還是講其實你有專攻，我都講特別喜歡哪一個舞種？最一开始的时候是先跳拉丁舞，因为小朋友嘛，一定是比较喜欢活泼的舞种这样子。那慢慢的，因为老师觉得说，我其实对这个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多涉略一点，就觉得我可以10项都试着跳跳看，是，所以就开始跳了10项。但是当然以我自己的个性跟喜好的话，还是会喜欢拉丁舞多一点啦，因为我是可能比较喜欢表现多一点的个性这样子。对，我发派伊的角色啊，哈，嗰时候其实拉丁舞的一个舞步可以，我可以不用这个可以，我展现你这个。佢常听人讲，你这个在练舞，因为我常常讲，按细角、按细人吼，按细声音的，尤其你这个要按细的，你8岁应该有大个细，8岁的时候应该个子又更小。对，就就真的就是很小的一个小朋友。对，刚开始觉得话，我做鼓掌下嘛，因为我哋现场有你这个表，这个去比赛的海嘛，开始是蛮细时些，因为我哋从来我看到佢睇你比赛时，嗰啲鼓掌下全部改过啊，声音的比赛时做安尼鼓掌下哈。其实我们是有年龄限制的，就是说，因为希望不要影响到小朋友的发育跟健康，就是也避免他们受伤，因为那个年纪的脚踝很脆弱，都还在成长，所以在那个年龄限制之前是不会让他们穿高的，他们有他们矮跟的那个儿童的鞋子这样子。那等到一个年纪过了之后，才会开始就是去练习穿比较高的。对，系因为其实声音的问题发育啦，哈，嗰时其实嗰種天做都做嘅鼓掌鞋嘅話，其實對聲音嘅腳會唔好。咁一部分嘅話，比如講跳舞嘅長度咯，比如講聲音嘅比賽嘅跳舞嘅長度，比賽嘅長度同太人嘅係咪冇共樣啊？沒有，都是一樣的。都一樣，差不多1分鐘咯。差不多1分半到2分鐘左右，看當天的比賽的現場的他們的規劃這樣子，有些會放的1分多鐘，有些放2分鐘。那拍子都是一樣的，所以只要比如說這個拍子它是恰恰的拍子的音樂，那哪一首就是放下來，我們都是聽得懂節奏，所以有長度的話就要看當天怎麼放，但大人小孩的組別都是一樣的。嗰時等於如果太人嘅聲音嚟跳舞嘅長度共樣，但是我相信幾度可以看嘅，譬如我哋天生會轉播吼國標舞的比賽，聽啲都想到講啊，全部人下去跳，啊評審讓我看咯。對，這個就是國標舞比較辛苦一點的地方，蠻現實的，所以我們要把每一個舞步，甚至是每1秒鐘都要練得淋漓盡致，因為你希望評審看到你的那1、2秒，或者是那5秒，你是最好的狀態，所以這就是我們一直在練習跟追求的事情。對，然後評審當然也很辛苦，因為他們也要有這個能力嘛，就是他們要練習說能夠我在5秒之內，我就去辨別出哪一個選手的程度更好。對，你的意思如果其實睇下要講那個舞池以內，吼所有的選手睇個還是睇跳的時間，然後幾多的地方，我哋講我哋評審睇幾多的地方嚟看，可是可能看到你的時間，唔喺那時間會看到你，然後同時嘛看到差不多5秒鐘，你馬上要看朋友咧。可是等於如果你差不多1分半鐘，冇到1分半多鐘意，都係如你1分每1秒，你都要表現到幾好，因為你這個唔定8個時間。沒錯，你才會看到。對的，所以就我們就是在練習這件事情，就是把每1秒都做到，就是我可以吸引到觀眾跟評審的眼睛，然後讓他們看到自己練習的這個成果，這樣。那還是個聽嘅問題，你講按多人哋嘅跳舞，都唔會撞到。會啊，就撞，沒有辦法。哦，就撞哦。對，因為這個很難避免，就像運動有時候會有一些傷害，對，但不是故意的。所以就是還是會就是跟可能有撞到，下場會去關心，多少啦。對，但沒有辦法，就是很難避免這樣子。咁問題係講，譬如講你今日睇準備嘅時間，準備1分半，因為我比賽嘛，哈，嗰時1分半嘅時間都把人哋嗰時練習俾所有的動作睇嘅比賽嘅時候就全部展現出來。好，裡面頭講嘛，節奏其實是固定的嘛，但是樂曲不見得相同嘛，但是節奏是一定是
穷用哎，告诉你这个练习的时间的一分半钟，都在那个时候就完全的展现出来。刚刚问题还讲场地的部分就不管了，就是等于是随机应变了。对，因为有些场地大，有些场地小，然后有些场地很滑，有些场地很涩，那个没有办法，那个只能就看自己的经验跟能力去应变跟调试。可是等于讲，你这个平常的练习的时间，学公用的闪人嘛？一定要，因为我们在闪人的时候，不能表现出我在闪人。对，要闪的就是很巧妙，对，然后让人家去感觉到说，你没有因为这个中间的插曲，然后去好像切断了你正在舞蹈的这个过程，这样子。可是也从平常练习的时候要注意。对，但是也蛮因为平常练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有其他的选手会有机会是可以模拟比赛的状态，所以可以透过这个练习去加强这个能力，这样。等于你讲，其实也唔单止讲这个要去练习到这个舞步，同时上场以后会发生乜嘅冇同样的事情，你平常是嘛要去注意到。对，这个从小其实老师也都会一直在提醒。就是说，哎，你可能会遇到什么什么，那所以你练习的时候就要当成是比赛的样子，对。可是冇想到安西都开始去练习跳国标舞嘅，我哋伊呢一跳到更加，伊以前多少都参加過百擺嘅伊嘅比賽嘅，哎呀，啲比賽結果樣啊，同時也閃閃樣啊喏，我哋下一段節目我同講，首先下我哋馬上過來。翻過來，福起來嘅上節目，我哋來自高雄市美濃區嘅會員，同你分享伊當初做乜嘅為學國際標準舞。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頭先有講到講，因差唔多14歲就做國術嘛，嗬，咁你多歲都更加差唔多比賽都長嘅。這個真的有點算不出來，但是至少有100以上。從這個講10歲開始，咁也係我咯，也係一定年級，也10歲、11歲、12歲如分級嗎？還是講係冇咁樣分級的方法嗎？通常都是用年紀來區分組別，那大概差不多是2歲為一個區間，所以就可能10歲的時候我就是會比10歲的組，但是因為我那時候搭伴的舞伴是比我大2歲的，所以我通常都會是跨組跳的。可是10歲，因為其實聲音的話呢，有10歲同12歲聲音呢，有些身高就差很多了，因為有時候在成長的過程裡面，你看就有的人過6年生的時候，坐在前面，說到各種暑假也喺度坐喺後邊去嘅。可是你嗰時覺得聲音的比賽裡面會有過明顯的身高差異嗎？還蠻明顯，尤其是在國外的時候，因為國外的小朋友都發育得比較好，所以我們從小就是不是只是現在，因為我現在個子也很小，但是從小就已經習慣都是從別人的那個手下面過去的。可是真的是滿歲都真的可以看到說，這種身高上面都有多少的差異。看你嗰時嘅10歲做國術，有去過那比賽過啊？還蠻多地方的，就是像韓國啊、新加坡、俄羅斯、西班牙，像那種很沒有人聽過的拉脫維亞那種也有，對，還蠻多地方的。咁話安西時出國的話，都田頓教練去係咪？還是爸爸媽媽我田頓去啊？一開始的時候有媽媽跟着去，可是因為如果要去這麼長時間，又去這麼遠的國家，可能會多出10幾20萬的花費，所以其實到第3次、第4次之後，就都是跟教練自己去。可是對爸爸媽媽都冇辦法田去嘅啦，哈。對，沒辦法。可是安西時去到外國的話，是很興奮還是很害怕？每天都在哭啊，每天都哭。真是的哦。然後我就打電話給我媽媽的時候，她也很崩潰，因為半夜，然後我一直打電話跟她說，你可不可以過來？然後她就覺得我怎麼過去，就是會蠻，對，那小時候那個時候其實會蠻需要爸爸媽媽在身邊，但是沒有辦法。啊，有睇下比賽的時間有印象過什麼幾擺嗎？我覺得不是應生活或者是食物這些的沒有那麼多，但是真的心態上會比較辛苦，因為會覺得第一個是離開媽媽跟家裡的時間太長了，都是3個禮拜1個月，
这种很长的时间。第一个是这个部分，然后其他的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在那边你要比赛，也要上课，要受训，其实除了就是压力以外，就是多多少少都会觉得比较，对于很多东西是会紧张，也虽然很新奇，但是也会蛮害怕的。对，那就是要一直在这个过程去学习。所以其实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觉得有学习到比较多独立的部分。对，我做乜会讲因为要比赛要3礼拜安创？因为要可能像国外的比赛，因为人数很多，然后很大场，所以他们可能光是比赛就1个星期了。那其他的时间是一边同时在进修跟受训。对，那有时候可能一次出去会有2场比赛，那中间是训练的时间。跟一般来讲话，你去国外比赛来讲话，你们的行李通常放什么东西啊？很多为什么很多？不就是5衣5鞋吗？5衣5鞋跟准备比赛的东西，自己可能就要1个箱子。是，因为我们平常去比赛，大概就是拖一个登机箱的这个大小。那你要去外面这么久，就是你要准备很多的，因为国外其实没有那么方便，所以那些常备药或者是什么的都要带。然后练习的衣服其实蛮多的，对，因为要上课嘛，所以练习的衣服其实就占蛮大一部分。那如果刚好又是冬天，那个行李真的是，对，所以东西其实就是主要都是，除了比赛以外的东西，就是在受训的东西会比较多这样子。那从我讲，譬如跳舞的时候，然后人舞伴的默契其实还可以重要的。我想问，这个一九一了，你嘅舞伴是温贵东人哈，还是讲都同一的人啊？我自己的话，其实以我的舞蹈的年龄来说，我换的舞伴算蛮少的。因为大部分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合作拆伴那些都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自己比较少，我现在这个舞伴是我的第4个舞伴。那会是最后一个，会是最后一个啦。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换舞伴蛮正常。可是就要看你们自己合作的那个适不适合，然后合作的顺不顺利。那如果顺利的话，当然长久是最好，因为不管是默契什么的都是很重要。而且舞伴大概是除了家人以外，跟你相处时间最长，然后会是最了解你的人。对。伊头都有讲啦，伊听迄最卖的啦，因为也要录迄边的也要欣赏。你要最后一个舞伴来讲的话，你很忙的时间认识爷呀？什么时候开始跟他搭档的？我跟他认识的时候，我们是因为要合作一个，就是台湾有一个全民运动会，可能有些人有听过。那全民运动会有国际标准舞这个项目，它叫做运动舞蹈这样子。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要合作它是分区域的，就是说你同一个区的选手一起搭配。那个时候他跟我都有各自己原本固定的舞伴，但是他们可能不是同一个区域，或者是刚好那一场没有办法跳，所以我们就在找合作的对象。那时候有机会合作到，所以才认识。那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只是就合作，后来就是变成是在一起的关系，但是没有马上要决定一起合作跳舞这样子。是后面觉得说，如果有要继续一起经营下去的话，那我们就会考虑长久的合作。故事等于讲，你两歳还先变成男女朋友。对的。故事，但是其实嘛，不算是跳舞的一个舞伴。对。跳舞的舞伴也部分的话，然后选择用哪个角度去选择？主要是第一个是程度上面的。懂呀。有没有差不多？那就算有差，也不要差的太多，因为还是有机会可以互相成长嘛。那再来就完全就是外形了。因为身高不搭或者是外形不搭是很现实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己蛮幸运的，因为有一些可能他们是男女朋友或是夫妻，不一定能够当舞伴。对的。其实真是两个条件，其实如果相似，好，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条件，就是说第一个身高，好，这种东西真的讲，这个达不到都没办法，好，这是个现实的事情。听讲技术。各种技术差几多，其实嘛达唔到。对。可是其实真的是运气归好，应该讲机缘也对了哈。对，就刚好这样子。咁你两个人有去看下去参加比赛吗？就蛮常去，几乎是1个月至少都会有2到3场啦。那就像现在的话，就是马上这周又要比赛了。对。可是像你时常练舞嘛，练得过久的很嘛。对，他也是，他比我还要更早一点
练，他比我小2岁，但是他5、6岁就开始学跳舞。哦，嗰时嗰细都开始练的，嗰时其实从嘛，像讲啊，万岁都开始练国际标准舞。嗰时像真的这个更加向下去比赛，其实准备东西嘛不简单吼，因为一下都准备2年的东西啊，2年份的东西。其实我觉得都是在前置作业比较困难，比如说我们可能那天要带的那些东西，就是什么那都还好。可是比赛前的练习跟或者是舞衣舞鞋这些东西的准备，其实是前置作业才是最难的。就像跟比赛的道理很像，就是大家看我们就是1分半，但其实下面练了10几20年都对，就大家看不到的部分，前置作业比较辛苦啦。因为像你这种啥件个，像你这个嘛，更加欣赏的嘛吼。像你这个给比赛的话，嘛会去请欣赏来指导你吗？还是说都真正论能量啥互相去指导，或者是互相去提点？一定是必须要有老师的。其实就算是现在的世界冠军，都还是有自己的老师，因为人家都是会讲说，我们自己的问题可能会知道，但是有一些问题是自己看不到的。所以永远都还是要有一个老师或是教练去从旁边去指导你跟提点你，这个是一定必须要有的。因为真的是能用的跳舞时间有各种矛盾体3个角度，从旁边来看的话，提供这种跳舞好看无都跳舞这种姿势是不是对的？可是真的还是有第3个人去看的。那像你更加又有教书来，又有教生人来讲的话，你像你比赛的话，轻松马上来准备呢？就非常的累，就是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行业的人，其实还没有退休的话，就是你还在赛场上面的选手，其实都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就是自己的工作结束了，你才能够有时间练自己的东西，那就是想办法自己挪时间这样子，所以其实还蛮累，要不就很早，要不就很晚这样子，对。等于你把音乐的线条做起以后。咱有机会去练习这个舞。对。那像人来讲的话，他们一多岁会退休啊？基本上我们的平均差不多都是35到38岁左右，就会从赛场上面退下来。如果冇在比赛嘅专心去教书。对。我等于如果其实35岁到38岁，其实对一般的比赛来讲，其实蛮少会做呢。其实也没有，因为可能我觉得大家对国际标准舞就是的想法会觉得比较像是跳舞，所以会觉得说跳舞为什么那么早就不能跳？但是其实像我们就为什么会被分类到就是说是运动舞蹈，其实它是一种体育。那你看就有些很有名的那个运动选手，其实27、28岁就退休了，因为那个就是巅峰状态已经没有了。那其实我们跳国标舞其实是没有大家想的这么优雅，其实很累，就是还蛮耗体力的。然后整个会容易疏松。对，所以就是其实要在自己身体可能比较好的时候，比较真的是青年的时候，这个状态会是最好。那个状态越来越没有那么好之后，就会考虑退下来当教练这样子。其实我们看别人跳舞过强哈，但是后摆伫花过度的努力的同时嘛，可能有疏松过。休息一下哦，等下我哋买嗰度过精彩故事。翻过来，福起来，上个节目，我们来自高雄市宜农区的吴一能，可能讲伊当初在比赛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总想问一下，因为今家嘛算做先生的，然后开始有数学生的去教跳舞，咁这家的学生的年龄层差不多多岁到多岁啊？其实很广，有从4、5岁的。也有70岁的，也有70岁的。来，我哋先来讲成人来讲好啦，40、50岁来讲，40、50岁成人呢，有可能当初学舞的样啊。对我妈妈来讲，可能会比较有看得到。我自己的话，可能对，冇错，你这个跳一上课嘅成人的啦。对，就是我自己看的话，我会有想起一些自己的那个历程啦，因为他们肯定也会有那个过程，就是说在喜欢跟压力之间要自己去调试这样子，所以会觉得
跳舞的小朋友蛮辛苦的，但是我觉得也很幸福，因为如果在这个年纪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也很棒。但是我問哦，45歲吼，其實有啲骨頭嘅發育還未講過吼，而係啲適合跳國標舞嘅人嘅。其实我觉得不会不适合，因为我觉得要看就是有没有遇到好的老师，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师他的教法或是怎么样的，可能不一定那么正确的时候，可能也许会导致有受伤的几率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他是学习正确的情况下，其实比较不会去影响啦，对。咁尤其講像45歲有時就講啊坐唔起啦，吼，你家痛嘅痛啊，安樣咯。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啦，所以这个我觉得不管是跳舞也好，或是我觉得其他的才艺或者专长也好，我觉得培养小朋友的专注力，其实这个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就是让他学一件事情，不管可能跳舞啊、画画、钢琴，我觉得都很棒。那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会慢慢培养他的那个专注力。这样，那家长跟老师也要比较有耐心，就是可能要去让他理解到说，哦，我们学一个东西，可能就是要练习专心这样子。对。咁從4年嚟講嘅話，你一堂課嘅時間差唔多幾多啊？如果是基本上都是，如果是个别课的话，可能45分钟到1个小时。那如果是团体班的话，大概差不多会是1个半小时或2个小时这样子。但是以這個睇1點鐘、1點半鐘，你不可以專心上課啊？還是為了這個項目去做某樣的事情？剛開始的時候，大多數的小朋友一定是沒有辦法專心的。但是我覺得會隨着訓練跟時間，就是第一個是他找到興趣。那第二個是他可能有了解到說，哎，我來上課的時候我要專心，那慢慢的他就會比較能夠習慣這個課程的時間長度。那可能從一開始會只能專心20分鐘，到最後可能會變成可以專心1個半小時這樣。對。張同都有講，其實人家學生差唔多有45歲吼到70歲嘛吼，70歲學跳舞填滿。其實我覺得要看他自己本身學這個東西的想法，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當運動嘛，那有些為什麼會有70歲，是他可能從40、50歲就開始接觸到，那他就很有興趣，然後也覺得這個當一個運動非常好，他就可能從那個時候一直學到70歲這樣子，對。咁中意扮而家同我講，我平常冇乜嘅，以前冇跳過。好，但是我一直都以為講啊，我幾想我學哦，然後我差不多60、70歲嘅時間，我蠻適合去學嘛。我覺得沒有問題啊，主要是如果說身體也都很健康，然後又對這個有點有興趣的話，其實我覺得都不會晚。什麼年紀學跳舞都不會晚。當然，如果除非說你是想要當老師，那可能就有一點晚。但是如果當興趣、當運動的話，我覺得什麼年紀都可以跳。咁一般嚟講吧，人哋學班地步，我一天對的基礎班開始學咪，所有嘅人級嘅人，所有嘅一個程度，你們是以程度來分，還是以他們目前的狀況來分啊？基本上通常都是以程度來分，所以如果說一開始的話，都會建議說要去找適合自己程度的班級。如果這個可能已經是中高階的班的話，可能一開始學會覺得有一點辛苦，或者是很容易感受到挫折。對，所以找到自己程度適合的班還蠻重要的。加上講，譬如基礎班嚟講，因為但是你這個地方，你這個除了我哋拉丁同摩登以外，其實你腰款嚟講，我把以為適中嘛。咁一般人嚟講，我哋按樣去潛到我哋適合嘅嗰種舞種咯。基本上因為我們自己在教學的時候，也會有這個概念，就是說最簡單的舞蹈是從哪幾支舞開始。所以通常剛開始接觸到國標舞的時候，假設以拉丁來說，可能就會先學恰恰或倫巴。那摩登來講的話，通常都會先學華爾茲比較多。摩登是華爾茲，嘿。對的。恰恰個，嗰種係來拉丁嘅話，如恰恰同倫巴。好，如果適合我哋講，冇學過嘢去，可是我哋算是初階啦，哈。對。但是我哋嘅摩登嘅話，如華爾茲，好，華爾茲其實也要腳蹼嗰度通常話冇按腳。
对。可是他这边开始练习以后，各种这个认为讲，你这个嘛可以去做个进阶的，那可以接触到目前的舞种。对。咁问题係，各種一般人嚟講嘅話，因為佢哋接觸到我哋咧，看我哋福起來嘅觀眾朋友，其實我哋咧大哥大姐比較多。那大哥大姐要用怎麼樣的心態去接受說，我開始去學國標這件事情？其實就這件事情，我覺得是不要有太大的壓力去學習，因為我覺得不管做什麼事情，你一定要樂在其中，你才會覺得這個做起來很開心、很享受。可是如果一開始就抱着這種覺得這個東西好像是太專業了啊，好像跟我們這個有點差距啊，離得很遠，就不用有這種想法，因為我覺得學什麼東西就是熱情跟喜歡最重要。對，因為我做冇乜問題，因為其實我哋嗰度講，我哋差不多大哥大姐，其實我跟人推你的發哈，真的我們年輕的時候只有國標，然後我們就常常看到說國標好像就是那種很有錢的人家才會去念，或者是要去學，所以說其實我提供有很多大哥大姐們，他心裡面一直還有那種就是說哇，我以後有機會要去念國標，而且國標看起來是很優雅。好，譬如說像華爾茲那種，其實是很優雅的。但是嘛，有幾種人講，我有冇身材，我以前冇學過，好，係咪一聽講我有乜個身材啊，那可以學國標嗎？沒有啦，怎麼可能？因為你可能國標你的比賽，你都有按超，又做個按基的衫褲。那我又很多人已經沒有身材，那我可以去練國標嗎？當然可以啊，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是反過來的，就是你開始練了之後，其實對於你的體態啊或是什麼都會多少都會有幫助，就跟我們去練習其他的可能健身房或是瑜伽什麼的，就是說開始練了才會有啦，不用先有了才來練。對，可是伊唔係講你愛超人可以去練國標，沒錯，伊可能會練了國標以後，因為你常常運動，新陳代謝增加，你慢慢的身材就會越來越好。對，我相信其實嗰種嘢糖都有激發以後，還可以攞去報名。很好，很棒。因為真的是感覺到哇，這個舞蹈真的很，就是說每個跳舞的人都身材都好標準哦。就是說，因為可能因為這是一個比較有關於美的一種運動，所以就是大家在這件事情上面開始接觸了之後，也會對自己有比較覺得我想要可能更打扮得漂亮啊，或者是可能當我越來越喜歡，我練得越來越多，那我的身材可能就保持得更好啊。但是其實現在的門檻沒有像以前就是會大家想的這麼難啦。現在的一些團體課什麼的，其實也跟我們很普遍的一些運動或者是瑜伽什麼之類的課程，其實價格也都是差不多的，也是很入門、很基礎可以學的。而且呢，其實有幾種人會同我講，因為以前我們行路的會普但是因為練了國標之後，因為老師要求我你要好像有一條線吊起來那樣，可是其實他久了之後，以後覺得說，其實他的儀態。雖然說舞沒有跳得很好啦，舞步還是會記錯，但是他覺得基本上他的儀態，他就覺得說，郭頭真的是越來越有自信的那種感覺。對，其實這個還蠻明顯，就是不管是大人還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比較年長的，其實有學跳舞的人幾乎不太會有這個可能駝背或者什麼的問題，因為保持有在就是練習這個運動跟姿勢的話，其實會蠻有幫助的。那像你平常比賽的話，飲食上要控制嗎？要，就是因為其實說真的，可是你們運動量不是已經很大了嗎？我還以為你會說我沒有在控制飲食，因為光跳舞就很累。飲食上還是要控制，還是要，就是因為太累了，所以你會吃得特別多，或者是吃得很，有時候因為可能結束工作晚了。然後你能吃的都不是太健康的東西了，對，所以還是自己要稍微的去調配一下，就是我最近可能好像不太行哦，那我就要自己要控制一下那個。可是那樣子壓力會不會很大？又要跳舞，又要比賽，然後又要控制飲食。多多少少是會，那剛好我自己又是比較貪嘴的人，所以就要忍耐一下，對。咁睇節目嘅最尾啦嚇，我想請問一下講，譬如講，人家觀眾講我要，或者觀眾朋友看下佢嘅節目，想要開始去接觸到國標吧，因為我用去讀一啲個適合伊嘅一啲不管是跳舞的一個學校，或者是說它的舞種呢？
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国标舞的这个越来越普遍了，然后教室也其实越来越多。那其实只要去找自己住家附近的教室，基本上专业的老师都会给还蛮好的建议，就会可能建议你说你可以从哪一个班先开始，那你可以从哪个舞先开始，怎么样的老师可能你可以试试看。因为有一些可能他喜欢比较年轻的老师，而有些可能他比较喜欢资历很深的老师，那个价格上也会有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去到专业的教室会给专业的建议。我属天咧先托离这个卢卡国群呢，对，没错。莫去安样，去到基本都对，除非以后学的很有兴趣，你有哪一个老师特别喜欢，你想要特别跑去找他学这样，对。刚你头都有讲，其实蛮细都开始比赛嘛哈，比赛都紧张，你怎么回头去看这个比赛的人生啊？其实有时候会觉得蛮不容易，就是回想起来会觉得自己其实走过这些东西还蛮难的，就是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还蛮了不起的。没有错。我觉得主要不是得名啊或什么的那一些，就是只是这个心路历程会觉得。自己坚持到现在，那肯定是真的很喜欢，那就会希望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初心，然后就是一直到我退休，甚至以后把这个喜欢的这个热情传承给我以后教学的这些后面的这些后辈，这样子。对的，单纯过下跳舞细模嘅，慢慢的经过比赛、练习都更加开始教人嘅。因为如何跳舞一件事情，唔单止改变到唯一能以自家为伊的人生，同时嘛，想把也要精神去传播不多人。今日感谢伊能嚟线上分享很多这个很精彩的故事。感謝大家。休息一下喎，得聽下咱先生來強運通哦。我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